你看那绿油油的稻田，前往远方那座寺庙叫寒山寺，台湾也有寒山寺。你看，台湾也有寒山寺哎，这算台南后壁的新港东那边。有你看就在高铁高架桥往东边没多远，然后再往更东的话就是以前的省道了，新营往北要到后壁的那一段省道。你看那个后壁下茄东太阳宫妈祖绕境都很出名，还有叶府元帅的金钟庙的叶府元帅出行绕境都很出名。我们都绕到那个后壁新港东，还绕到那个新营的，还有往北那个天鹅湖南边旁边皮寮茄兰庙的，再往北边，你看，再往北边那个高速公路旁边，再往西边还是现在尽头的北边，顶长村啊，等地球啊，长短树啊，那个村庄说有花莲宋江镇后壁那个长短树啊，不要等地球，现在叫顶长村还是什么？屋顶的顶，长短的长，顶长村啊，是不是？然后传到下营的那个红毛厝呢，红毛是跟以前的荷兰人有关系的红毛厝。你看早期的开发就是这样，荷兰人也在那边盖房子的那个村落就是叫红毛厝，下营国中北边，那边的宋江镇也是。花莲的宋江镇也是有装扮的，脸都有化妆的可以参考那个《水浒传》108条好汉但是宋江镇人物不能有那个演练的那个人物不能有108个，就很神奇啊！可以网络搜寻研究。36天罡加上72地煞合起来108，是这样来的。参考那个《水浒传》水浒传才对，跟宋江镇有关的是参考《水浒传》。然后可能源自那个福建那边的叫做宋江戏的，要化妆演那个戏叫宋江戏，然后再演变成那个什么宋江镇的。变成地方的保卫武力，那个是参考《水浒传》的梁山伯108条好汉，梁山伯3点水一个白，伯车趴车伯，梁山伯没有3两山不敢上梁山，那个梁山伯是在山东省，后来你看108条好汉呢，有归顺国家呢，归顺国家。还被封呢，封为忠义之士。然后后来遇到那个什么征讨那个边疆的战乱的地区有的是牺牲了呢，被派出去打仗了，有的牺牲了，水土不服北方人到南方你看常常下雨，常常潮湿的。有的就会水土不服拉肚子身体不适有的会生病水土不服。你看台湾去到那个泰国了，泰国太热了，有人会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，整个那个身体健康状况都受影响，有的去会拉肚子呢，要带胃肠药有的去拉肚子都会瘦得很快泰国就是要懂得这些事。